害怕吗？害怕。日后多加练习，便能克服恐惧。是。去面壁思过吧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虚张声势？本尊以为教一群小娃娃能让你变得温柔点，没想到万年不见还是老样子。一个锯了嘴的葫芦能教你们什么？修仙为神，当如本真神一般，逍遥自乐才是。今日，本尊便给你们这些小娃娃露一手，看仔细了。 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本尊那是口渴了。白绝，你带我饮痛快了，咱们再战。天启神尊，打就用手，吹牛才靠嘴呢。小火兽话挺多呀。谁是火兽？我是麒麟。来，给本尊温个酒。神尊，你快看，天启神尊他今日克休，红日带他们回去休息。 是。哎，冰块，